台中市的警方发现路口有人违规停车去甲劝导，所发现车顶爬外一移工，有4个是失联的移工，其中1个阁互通缉，目前是移送地检署甲移民署调查。本分局民权派出所员警日前巡逻行经大成街与成功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违停路旁。2名员警上前劝导时，发现一车8人皆为越南籍移工。经员警盘查后，发现其中4名乘客为失联移工，其中1人更是被地检署通缉在案。当时1名越南籍乘客欲开车下门，遭警方制止后，开始配合盘查。经进一步追问后，其中4人坦承是逃逸移工，其中1名移工同时还是地检署发布通缉在案。全案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进行进一步调查。台中市的警方4月初伫中区巡逻时，要看到一台违规挡伫路边的车，发现内底坐8越南移工。事当时有1人阁想要逃走落车，被警察抓到。因为有几名移工拢无法度提出身份证件，警方调查发现因拢是绕跑移工，其中1个阁互地检署通缉在案。专案是依照移送地检署甲移民署要来进一步调查。